Hello，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我哋嘅新聞頻道。今日係2026年4月9號。相信同大家講起中國跳水，大家應該第一時間就會諗起呢一個擁有水花消失咗之稱嘅奧運金牌得主全紅嬋。呢一位幫國家攞咗無數榮譽，笑起嚟仲成個大細路咁嘅金牌得主，佢喺最近竟然成為咗震驚網絡嘅新聞主角。呢一次唔係佢跳水失準，而係佢受到極度惡劣同埋長期嘅網絡欺凌。而當中令人火滾嘅地方就係，有傳聞竟然話帶頭或者默許呢一個網暴行為嘅人，極有可能係佢身邊嘅隊友、跳水界裡面嘅業內人士，甚至有央視嘅記者同埋國際嘅裁判都喺呢一個網暴群組裡面剝緊花生。而當中究竟係有咩深仇大恨，要將呢一個只有10幾歲嘅妹妹仔逼到去牆角？而今日我哋會同大家去深挖呢一單全紅嬋網暴事件，睇下背後呢一個令人心寒嘅畸形飯圈文化，究竟裡面有幾多人驚？咁喺開始之前，我會同大家重新整理下成件事情嘅來龍去脈，而時間就要翻去到尋日2026年嘅4月8號。根據新華社同埋多間傳媒嘅報導，喺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裏面，即係全紅嬋嘅所屬訓練單位，突然之間喺佢嘅官方微博公眾號上面發布咗一篇態度強硬嘅聲明，而標題就係叫做向畸形嘅飯圈文化堅決說不。喺聲明裏面明確咁樣指出，全紅嬋喺近期喺網上遭受到大量嘅網絡暴力、惡意攻擊同埋不實嘅信息，因為事態實在太過嚴重，訓練中心已經正式向公關機構報案。大家可以喺官方嘅公佈裏面見到，其實官方都講得好清楚，全紅嬋作為一名為國家贏得榮耀嘅年輕運動員，喺佢嘅成長過程裏面承受緊一啲唔應該有嘅輿論壓力同埋精神傷害。而當中嘅 what 同埋 why 已經好清楚，就係有一班嘅網民受到所謂嘅畸形飯圈文化洗腦，針對全紅嬋進行緊一啲無底線嘅人格謀殺。而官方今次真係企硬，忍無可忍，直接用法律嘅途徑去追究到底。而我哋而家就要去發掘下今次嘅網暴究竟有幾誇張，要搞到報公安呢？我哋歸納咗3個最核心嘅關鍵要點，想同大家一齊睇下。當中第一點，同時間亦係令人最火滾嘅地方，就係成個網暴群組竟然有282人，而當中裡面更加有內鬼。根據翻 AM730嘅詳細報導，喺近日網上其實流傳咗一個專門用嚟辱罵全紅嬋嘅微信群組，裡面竟然有足282個人。令人最震撼嘅就係網傳名單裡面包括咗多名嘅跳水業界裡面嘅人士。報道裡面提到，裡面嘅成員牽涉到跳水運動員、央視記者同埋跳水國際嘅裁判。報道裡面更加指出，其實佢哋係知道彼此嘅身份，但喺群組裡面，佢哋從來冇就住辱罵嘅行為進行制止。佢哋嘅行為令到全網譁然。去到第二點，就係訓練中心嘅強硬反擊，堅決表示絕不姑息。正如頭先我哋提到，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佢哋今次並唔係淨係出面出篇文章譴責下就算，而係真係去咗報公安機關。喺聲明裡面講到明，佢哋堅決反對任何形式嘅網絡暴力同埋人格侵害。而呢一個舉動就要話俾所有人知，互聯網唔係法外之地，喺屋企敲鍵盤其實都要負上法律嘅責任。而去到第三點，就係國家體育總局竟然高調介入咗事件。經過事情嘅發酵之後，國家體育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亦火速發表咗聲明。佢哋話表示已經同廣東省嘅體育局聯手展開咗核查處理嘅工作，而最重要嘅就係佢哋拋出咗一句説話：唔理涉事係任何人，一經查實都會嚴肅處理，
絕不姑息。呢一句説話好明顯，就係講緊而家無論你係咪金牌嘅運動員，或者係權威嘅記者，只要查到你有份參與或者係包庇呢一場網暴，通通都要落鑊。聽咗咁耐，你可能會問，點解呢一單新聞咁重要，我哋要花咁長嘅時間去傾？因為呢一單事情唔單止係一宗娛樂八卦咁簡單，因為佢係折射緊我哋而家社會上面一個好可怕嘅現象，就係體育圈裡面嘅飯圈文化。大家試諗下，全紅嬋今年只得嗰19歲，一個19歲嘅女仔，每日喺訓練館裡面流血流汗，跳水跳到周身傷晒，為咗係乜嘢啊？為咗就喺國際舞台上面幫國家爭光。但係佢得到嘅回報，竟然就係無休止嘅網上謾罵同埋造謠，甚至連到佢嘅屋企人都受到牽連。喺早前佢接受訪問，曾經亦都透露過，佢同佢嘅屋企人都因為網上網民嘅責罵感到好大嘅壓力。而呢一種劣幣驅逐良幣嘅風氣，係令緊呢一啲默默付出嘅運動員心寒。而我哋再挖深一層，就係乜嘢叫做畸形嘅飯圈文化？以前我哋睇運動比賽，從來都係欣賞運動員嗰一種嘅拼搏精神，贏咗我哋一齊歡呼，如果輸咗我哋互相鼓勵。相反，我哋睇翻而家，正正係有一班極端嘅粉絲，將娛樂圈嗰一套嘅玩法搬咗入嚟體育界。佢哋為咗捧自己嘅偶像，就係要將佢最大嘅競爭對手踩落去18層地獄。呢一種非黑即白、充滿戾氣嘅思維，係徹底破壞咗體育競技本來嘅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嘅運動精神。如果我哋今日再容許呢一班網絡嘅暴徒繼續喺度霸道橫行，咁聽日嘅受害者就可能係其他範疇裡面嘅傑出人士。長此落去，仲有邊個夠膽出嚟做實事，去代表國家比賽？所以今次官方選擇咗重拳出擊，報警拉人，我認為係非常之必要同埋及時，因為今次嘅殺雞儆猴，先可以正式為體育界清理門戶，亦打響警號。其實體育界裏面一直都受到飯圈文化嘅荼毒，全紅嬋已經唔係第一個受害者，亦唔係第一次受害。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早喺巴黎奧運會之後，即係2024年嘅9月，國家隊去咗澳門度訪問，而當時全紅嬋就喺酒店裏面俾一班所謂嘅瘋狂粉絲圍堵，而當中最離晒大譜嘅就係全紅嬋為咗避佢哋避入女廁，但係當中竟然有一名手舉住手機拍攝嘅男粉絲直接衝咗入去，而全紅嬋係被嚇到當場喊咗出嚟。去到最後要保安捉起人鏈先可以將佢救走，而呢一啲嘅私生飯嘅行為，其實係已經侵害咗人哋嘅私隱同埋人身安全。而另外，我哋睇埋其他運動員，根據翻過往嘅新聞報道，喺巴黎奧運會裏面，乒乓波女單嘅決賽裏面，同樣都係嚟自中國國家隊裏面嘅陳夢同埋孫穎莎。喺嗰場波裏面，現場嘅觀眾竟然一面倒幫孫穎莎打氣，每當陳夢得分嘅時候，現場竟然有人喝倒彩，甚至有人對住攞咗金牌嘅陳夢舉中指。而呢一啲飯圈文化失控嘅鐵證，亦受到微博官方當時佢哋要出手清理咗過萬條違規嘅內容。所以話由乒乓波去到跳水，由線下圍堵去到網上嘅網暴群組，呢一股有毒嘅飯圈文化風氣，其實已經擴展得好犀利。去到今次當中，竟然牽涉到懷疑係業內人士嘅默許，更加證實咗呢一種文化其實已經喺度侵蝕緊運動員嘅核心圈子。去到最後，相信大家見到全紅嬋咁樣俾人網上欺凌法，我相信每位擁有良知嘅觀眾其實都會感到心痛。但係同時間，官方今次嘅雷霆行動，亦令到我哋見到佢有決心整頓網絡風氣嘅希望。去到最後，唔知大家又覺得今次公安機關嘅介入，同埋體育總局嘅嚴肅處理方法，
可唔可以真正咁樣將體育界呢一種飯圈文化連根拔起？歡迎大家喺下面嘅留言區留言，我哋一齊討論下。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影片同埋我嘅分析，咁記得 like、share 同埋撳埋 subscribe，等更加多嘅人可以了解我哋嘅頻道同埋認識我哋。好，我哋下條片再見。